小朋友好，故事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不是绘本的故事，它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刚好跟我们今天最近在讲出埃及记的讲到那个经节里面，出埃及记13章那个地方有很多一样的相同的内容。有没有小朋友知道什么是逾越节？好，来你说。是讲那个故事还是？不，讲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就好了，不用讲故事，故事我来讲。天使一个耗子跨过去。天使怎么样？跨过一个家。跨过一个家，所以叫做逾越节，对不对？啊，可是天使跨过一个家，它是怎样？如果有记号的，会怎样？会跨过。会跨过。啊，如果没有记号的嘞？就跑进去。会杀掉。会杀掉。这个故事从哪里来？这个故事从我们的出埃及记里面来。出埃及记里面有一群以色列人，这个咱的大朋友用改弄就清楚哦。然后以色列人想要出埃及，他们要到旷野去敬拜上帝，然后要走到什么地方？迦南地。可是法老有没有要让他们出来？没有，法老没有要让他们出来，所以法老就给了他们上帝就给了法老还有埃及地几个灾难？10个灾难。从第一个灾难到第9个灾难，法老都觉得不可以，我绝对不让这些人出去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上帝。所以上帝降下了第10个灾难。第10个灾难是什么？把每一个埃及人的长子都杀死。把每一个埃及人的长子都杀死，是吗？刚西，其实不是只有埃及的长子而已呢，还有什么？你如果那些人没有在你的家做记号的，会不会被杀死？可是第一个生出来的会被杀死。第一个生出来的会被杀死长子会被杀死，所以你是第一个出生的举手，你是哥哥的或者是姐姐的举手。燕。第一次看到妹妹这么高兴做妹妹，马上让给她。所以上帝要杀死埃及地所有第一个出生的，除非你怎么做？除非你怎么做？是不是男生对。是只有3男生，没有3女生。有3男生啊。这个时候你很高兴当女生了。妈你会被杀掉。对，会被杀掉。这个逾越节发生在什么时候？在那时候所讲的亚比月如果用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历法的话为什么我用台湾的历法说叫做农历7月？因为较好记，较好记。你那是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公历像我们现在的历，那个亚比月那可能是4月、5月在那个时间，但是你如果用华人的农历来算的话刚好就是农历的几月？7月。所以咱会当会记一咯，这咱大家会当会记一咯。以色列人他们的他们的历法第一个月要过逾越节的那个第一个月，刚好就是我们的农历，我们的农历7月。所以你大概就可以去记得我是安尼记的我比较憨慢，所以我都这样记。然后这个逾越节因为有做了一个记号，所以上帝的审判就会越过这一家。那请问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在圣经里面记载，你要用1岁无疾。什么叫做无疾？没有生病的，然后没有残疾的，手脚都很好的，意思就是这是一只完美的羊。可不可以用狗？圣经没有说可以用狗，他说用羊。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羊比较好吧。
用羊，然后你吃羊肉，顺便可以吃羊肉啊，这个本来就啊羊肉比较好吃啊，这个本来就是要拿来吃，没有错，它不只是要献给上帝，它也是要拿来吃。然后它要用公的羊，可以用公的羊羔，所谓的羊羔就是小羊，几岁？1岁。好，1岁的羊羔，然后可以用绵羊，可以用山羊都可以，但是要1岁没有残疾的。然后你要怎么做呢？你要跟一家要用1只，但是如果1只你吃不完，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负担，你可以怎样？2家一起。啊，这个羊除了要献祭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要干嘛？就把血都灌出来。什么？要把血都灌出来。哦，对对对，嘿，要用它的羊血做记号，但是它也是要给人吃的。那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门帘呢？是不是传说中的门帘呢？门帘不用传说，以前我们家也有。至于2个有没有关联，我只能说它很相似，但是这是2种不一样的文化，却有很类似的结果，用法很像，只不过华人用的门帘，用的那个帘，那个什么对联，门楣上面所用的还有写字，他们这个是用羊血。然后你一家人如果用1只羊，你没有办法负担，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吃完的话，就跟邻居共用1只羊。但是要记得哦，神恩典的最小单位是什么？神恩典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家庭，是一个家。所以恩典不是只有个人的，一定是一个家。所以我们也许还有努力的空间，我们也许要把自己的小孩带好，那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个神恩典最小的单位。然后再来呢，这个羊肉可不可以生吃？沙西米，问瓦沙米，还是让臭，可不可以？不行，不可以生吃。然后可不可以用水煮？也不行，也不能用水煮，一定要怎样？用火去烤。为什么不能用水煮？为什么不能用水煮？不知道。不好吃。用煮的会车啦，是不？老实讲，我不知道，我还在找答案。我没有很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水煮，但是不能生吃我知道啦，因为生吃会肚子痛。不能用水煮，然后它要用烤的，而且它规定一定要用烤的。用烤的有它的好处，有一些神学家讲说，用烤的表示它是用火直接烧在那个肉上面，表示那是一种受苦。但是这种解释是不是真的，我不晓得，这个可能要再进一步的去研究。然后呢，你烤的时候要连头、连腿，还有连内脏全部都一起烤。安尼敢有好康？可是你已经把它剁开了，因为血在里面。那是把血放出来，但是头要留下来，头、身体的内脏还有它的脚要留着，它必须一起烤。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圣经，我们的13章里面出埃及记13章里面有记载，它有文字它要把它写下来，你要这样去烤这个。所以这只羊可不可以很大只？如果是那个5岁的羊再来烤，烤不烤得熟？看很困难的。但是1岁的羊，对，所以它要1岁的羊要小只。然后呢，当你要烤这个羊的时候，把它的血放出来，你要用什么草去沾这个血？牛膝草，这是一个小小的草而已，一个小小的草，用牛膝草，然后把它涂。这个字可能是打错了，要涂满在门框上，要涂在那个门框上，刚好跟华人所讲的那种春联、对联、门联感觉有点像，刚好是红色的。其实犹太人的文化跟华人的文化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相似的。要涂在门框跟门楣上，然后涂这个门框跟门楣上，这就是一个什么？
记号。所以上帝审判，他要所有的头生的、第一个出生的、公的，包括男的。所以如果家没有公了，他就不会那个了。也许，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写，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这样的记号、这样的标志的话，上帝的审判就会怎样？跳过，就会越过。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这个叫做什么节？逾越节。然后在圣经里面，逾越节跟除酵节很像，很类似。除酵节要有7天，除酵节跟逾越节其实几乎是合在一起。它虽然有2种讲法，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一样的。因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你要吃什么样的饼？无酵饼，不要去发酵，不要有酵母去发酵，所以那个饼会比较怎样？硬。老实讲，这个无酵饼好不好吃？应该是没有很好吃。我有送那个鸭子饼。鸭子饼哦，哦，你家有鸭子饼，好，我下次也要来吃吃看。这个无酵饼哦，应该如果跟有发酵的饼比起来的话，无酵饼比较没有那么好吃。一方面是它没有那么好的味道，一方面是没有那么好的口感，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在没有发酵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很硬。这个哦，那是什么节？啊，我们在讲同一个呢，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在讲同一个节，我还没有跳到别的地方。哦，有逾越节跟除酵节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在逾越节的当中，那个饼可不可以发酵？不可以。然后在吃完这个逾越节的羊肉之后，就准备要怎样？上路离开。而且最有趣的就是，这些吃剩的东西可不可以过夜？不行。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要去跟埃及人怎样？哎，有人讲了，要金子，对。回去看圣经哦，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出埃及记，我们从第8节要黄金、钻石、宝石去要金子，然后带着那些珠宝、财产、黄金才离开。这个是圣经里面很记载的，但是这为什么要金子？这个在当时候的文化里面，这是一种，当你做苦工，在那个地方做奴隶。日子满了以后，你要离开，主人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他必须给你一些东西，包括给你工资，给你吃的，给你一些东西让你离开。这个是在当时候的文化里面所有的，也是在后来犹太人里面的文化，包括在出埃及记，包括在申命记，包括在利未记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如果他很穷，他甚至是必须到卖小孩，说我的小孩到你家去当帮佣，做几年？最多做7年，你必须让他离开。但是你让他离开的时候，他不可以空手离开，他必须得着一些东西。所以这些的例子都是在这样当中来看见的。也许对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不太一样，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在讲上帝所赐给人，避免上帝审判的一个逾越节。好，我的故事讲到这边。今天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样的节？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是上帝的审判，越过一个家庭。所以审判没有临到这个地方。从这个逾越节开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开始，犹太人就开始他们很不一样的民族历程。那我们也在这个地方重新学习。好，我的故事讲到这边，谢谢各位小朋友。我要问2个问题，请问逾越节所要杀的是什么？什么动物？山羊或绵羊，好羊，对不对？羊对不对？对。好，对羊，对。好，那给我们鼓励一下哈。好，第2个，逾越节要越过神的审判，要做一个记号。你必须把什么样的东西涂在什么样的地方？
要把羊血涂在门框上面。羊血涂在哪里？门框门框上面，是吗？对。哦，对。